我係 Rex，我係 Ray，歡迎收聽我哋嘅直播節目。星期日又有馬跑啦，今次又係跑沙田日馬。等我拍檔講下賽馬新聞，到你嚟啦 Ray。星期二潘頓同嘉英高升喺澳洲蘭域馬場試1000米草閘，潘頓騎咗2下，以第3名過終點。同組試閘馬有一齊出戰珠穆朗瑪峰對手，例如祖麗星、登天橋。祖麗星於麥道朗胯下在7個馬位後，以第5名過終點，似乎想以弱示人。好多人話嘉英高升只得第3，好似無料到喎。其實仲有1個星期，到時操翻起狀態就 OK 啦。馬王無理由會輸啩？另一單新聞講下今季實施嘅限邊令，原來真係會罰騎師停賽。第一個被罰係田泰安。佢星期3騎第9場加樂龍區違反用邊條例，100米前連續打12邊，所以要停10月30日、11月2日共2日。其實如果田泰安唔用邊，贏唔贏到潘頓隻天外迎天啦？罰2日，重手啲咯。不過田雞就 OK 啦。最後一單新聞講下，較早前公開競投的果然僥倖因為流標而被收回。之後再度推出，並在星期5下午以8888港元成交，繼續由蘇偉賢訓練。係咪你都想競投返隻做馬主呢？講下考眼光選擇：1場1號燃心星，2場2號亨奇，3場3號日日獎，4場4號金鑽精靈，5場5號同有運，6場6號彭越，7場7號展鴻威，8場6號勁先生。9場2號好有心得，10場2號人心星。今次睇下我又會登死幾多隻？賽馬新聞講到呢度，交返俾我好拍檔 Raz。唔該晒 Ray， 希望你眼光準啲。如果唔係呢個節目等執笠啦。請記住本台並不鼓勵任何賭博行為。本節目內容所提及的馬匹、騎師或練馬師等名字，純粹係資料性提供或考眼光用途，請記住Ray眼光非常一般，只宜參考。下次賽馬節目時間再見，拜拜。That's it. Wednesday. Thanks for spending your evening with us. Good night. Could you maybe not cut me off again? That's twice tonight. You went long. I was keeping us on time. Please, you. Wait, camera. Right. Ha! What a show. Always a pleasure. Absolutely. See you tomorrow.